草莓控必收藏，板桥最顶的甜点一日游。我是麦克 ，Let's go！ 第一间防人业，职人老板做的鲜奶麻薯真的很顶，搭配草莓香缇、新鲜草莓及脆脆片，试吃一口，鲜奶麻吉软 Q 不粘牙，超级好吃。新品大福塔酸酸甜甜，搭配草莓多了一个塔皮的口感，这个也很好吃。第二间来到大排长龙的果汁妈粉条吧，拿了2张卡可以买2盒草莓蛋糕，有原味跟巧克力2种，都很美味。草莓很甜，很好吃哎。草莓鲜奶酪口感浓郁，吃起来酸甜迷人。第3站鸟来波糖葫芦，人真的超爆多，开店前就很多人，一支40元而已。现做的糖葫芦这个价格在北部真的很划算哎，草莓口味推推。有脆脆的声音吗？这糖衣薄薄脆脆的，不会太甜，真的很赞。第4间来到 Flourish Bakery， 大家都是来买这个颜值超高的胖草莓，限购2个，一个100元，是不是有点像大亨堡？奶油霜搭配草莓及脆饼干，面包体有嚼劲，非常特别。赞！欢迎转发分享给草莓控的朋友，一起到板桥吃看看吧。关注麦克，肚子饿，See ya。